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5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9篇，利未记第9章第1节到11节，22节到24节。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为主来活。咱之前有讲过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，因为什么要离开埃及呢？照着摩西甲法老王所讲的话，后来摩西甲亚伦去见埃及王，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透帮我的子民离开，通好互因伫旷野来过节，来敬拜我。这是伫出埃及记第5章第1节的经文安尼讲。所以敬拜上帝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上重要的目标。脱离做奴隶的地，进入伫应允的地，咱是因为敬拜上帝，甲上帝立约。有好的关系了所得到的祝福。敬拜上帝当然是着爱献祭咯。摩西佮个亚伦就互上帝来指定，成做祭司家族的始祖。今日的经文利未记第9章记载着亚伦的服侍。经文讲到着第8天，就是照着礼仪完成后的一天。摩西召集亚伦甲伊的囝，甲以色列的长老来，伊甲亚伦讲：你着爱带一只无有缺陷的公牛来做赎罪祭，一只无有缺陷的公绵羊做烧化祭来献互上帝。然后你着爱叫以色列人带一只公羊做赎罪祭，佮带一只岁大无有这个残缺的细只牛、绵羊拢各一只做烧化祭，一只羊羔甲公绵羊做平安祭。你着爱将这个调和的橄榄油的素祭拢献互上主。你必须爱来执行这一切，因为今仔日上主要用恁来显现。就安尼，因将摩西吩咐互因的，拢带到伫圣幕的面头前。全体的民众拢聚集伫迄个所在来敬拜上主。敬拜上帝需要一个足清楚的委身，明白着家己的使命是为着上帝的存在。保罗的教示非常明白，甲咱讲初代教会基督徒，伊讲做奴仆的。恁着爱逐项代志听上帝，互这个世界的主人。恁所做的毋但是要做互主人看，互因来欢喜，嘛着爱出自真心实意，因为恁敬畏上帝。无论做什么，拢着爱全心一意，亲像为着主所做的。毋是为着人所做的，着要知影主会将伊家己的子民所保存的赏赐互恁。恁的侍奉是主耶稣基督。哥罗西书第3章22节到24节，为着主来做，更加是要爱为着主来活。保罗伫罗马书14章第7节到第8节的经文安尼提到：咱中间无有人只有为着家己活，也无人为着家己死。
咱活地是为着主来活，死也是为主来死。所以活地也好，死也好，咱拢是属主的人。这并毋是干那保罗家己的看见尔定。伫旧约出埃及记中间，摩西嘛是安尼写。摩西讲：上主命令恁做这一切，要用恁来显现伊的荣耀。接续，伊对阿伦讲：你着爱遵照上帝的命令，到伫祭坛的面前来献赎罪祭甲烧化祭，为着你家己甲人民来赎罪，佮着爱献上祭物，为着人民来赎罪。因安尼，阿伦就行到祭坛面头前，抬一只公羊做家己的赎罪祭。伊的囝将火带到伫伊的面前，伊用手沾这个火，将火抹伫祭坛扑起来的四角头，剩的火拢倒伫祭坛的这个座位顶悬。接续，伊就照着上主借着摩西颁布的命令，将这油脂、两个腰子甲肝上好的部分，拢放伫祭坛顶悬来烧。伊将牛皮甲牛肉带到营外来烧。咱看其性命甲上帝建立，是要搁较有亲密的关系。为着家己甲人民献祭，及这个目的就是要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。保罗的神学是安尼教导：爱基督徒的性命为着主来活。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也相款安尼来提醒甲教导。彼得讲：虽然基督伫肉体顶悬受苦，恁也着用相款的意志来装备家己，因为伫肉体顶悬受苦的人已经甲罪恶绝缘。对那了后，恁伫世上所剩的日子，要受到上帝旨意来管束，无搁再互人的情欲来控制。进前恁浪费光阴，做伊教导欢喜的代志，生活伫淫乱、放纵、好酒、宴乐、乌白啉，甲贪怨恨、偶像的崇拜。恁无搁再甲因过共款放荡、无有准则的生活，因感觉真奇怪。因为安尼就来侮辱恁，但是恁一定要迄位将来审判活人甲死人的上帝来搞笑。为着这个理由，福音也捌传互世人，互遐个甲其他的人共款伫肉体顶悬受审判的人，通好互因的灵性通甲上帝做伙活地。亲像保罗伫哥罗西书第3章1教导所讲到的新生活共款，彼得也是提到着基督徒改变了的生活，或者是讲基督徒顶头生了的新生命。保罗讲，当活地无搁再是我，是基督伫我的内面活地。这是记载伫加拉太书第2章20节的经文。对17节安尼来记载讲，安尼如果咱才会找求，因为信基督，通好甲上帝有合宜关系的人，这甲外邦人共款，互人看做是罪人，这毋是等于讲基督咧支持罪嘛？绝对毋是。因为如果我重新来建造家己所拆毁的，就是证明我迫害律法。就律法来讲，我已经死啊，是互律法处死的。为了互我会通为着上帝来活，我已经甲基督同定十字架。
安尼，现在活地无搁再是我家己，乃是基督伫我的生命内面伫活。我当活地，是因为信上帝的囝来活，伊听我为着我来放杀生命。我无拒绝上帝的恩典。如果人会通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，正着律法，那安尼基督徒敢毋是白死啊吗？咱做伙来努力，为着主来活吧。诗篇99篇，上主做王，万民摇摇喘，伊坐伫天三基路伯宝座顶，大地来摇动。上主伫锡安做大，伊受万民尊重。愿因称赞伊伟大通行为的名。伊是至圣有大权力的王，伊以爱正直，你建立公平，伫以色列施行正直公义，要尊重上主咱的上帝。伫伊的脚念头前来跪拜，伊是至圣。伫伊的祭司中间有摩西甲亚伦，伫求叫伊的名的人的中间有撒母耳，因求叫上主，伊有应答。伊伫云条中对因讲话，因遵守伊颁布的诫命甲规例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你有应答因。虽然你有照因所做的甲因报应，犹故你是赦免因的上帝。要尊重上主，咱的上帝，伫伊的圣山跪拜。上主，咱的上帝至圣。恳求上帝帮咱，愿领受新的得救的生命，也愿意甲你建立好佮亲密的关系。互阮的生命无论做甚物，拢是为着主你来活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